今日同大家去尖沙咀5星酒店食自助晚餐。佢哋7月份轉咗新主題 All You Can Meet， 顧名思義，美食主要圍繞多款唔同嘅肉類，睇見都流口水。包括現場即炒嘅新加坡黑胡椒炒龍蝦尾、椒鹽軟殼蟹、酥皮焗原隻帶子、西班牙紅蝦蝦多士，仲有和牛肉眼、7款凍海鮮，包括鮑魚、麵包蟹、長蟹腳，仲有即蒸龍仔海鮮、即煮蟹肉撈麵、鮑汁花膠撈麵、烤蝦串、法式燉鴨肝、美味燒味，仲有驚喜限定威靈頓牛柳，唔可以錯過嘅即焗開心果千層撻，仲有榴蓮芝士餅、汽水任飲。今次去嘅就係朗廷酒店，位於尖沙咀廣東道同埋北京道交界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去到路口一直行就會見到酒店嘅入口。自助餐嘅餐廳名字叫做 The Food Gallery。推開玻璃門入去，你會見到一條樓梯，行上一層，轉右手面，後面就係餐廳。自助晚餐時間由6點食到10點，總共4小時，時間非常充裕。我去到嘅時候就開始入座，趁客人未入座，影下餐廳嘅環境俾大家睇下。餐廳都有一列大嘅玻璃窗，外面都有自然光透入，室內比較明亮，面積都幾大，坐得都幾舒服。餐廳入口右手邊就係甜品區，左手邊就係食物區。食物擺放嘅位置都相當集中，方便啲客人可以喺一個區域攞自己喜歡嘅食物，唔使周圍揾。攞食物嘅通道都算闊落。好啦，我都心急睇下呢個 All You Can Meet 有啲咩食。先睇下沙律冷盤區，有啲沙律配咗啲蟹肉、三文魚、蝦、吞拿魚，仲有各式蔬菜乾果。呢邊就係熟食粉麵區，亦都係今次主題嘅重點區域。呢邊有5樣食物，包括烤蝦串、法式燉鴨肝，呢個做法都比較特別。脆皮小腩仔、廣東燒鴨、豉油雞。隔籬呢個粉麵檔食物就好特別啦，有蟹肉金湯撈麵、鮑汁花膠撈麵，汁料現場煮，保證熱辣辣。中意食魚嘅，呢度有清蒸石斑、腐乳生炒油麥菜、生炒和牛肉鬆炒飯、韓式辣醬和牛腩，繼續都係和牛、黑麥薯仔脆香和牛粒。跟住就係重點推介椒鹽軟殼蟹，隻蟹都比較大件，炸得都好乾身。呢個廚師現場炮製嘅新加坡黑胡椒炒龍蝦尾，呢位師傅功架十足，夠晒鑊氣，炒出嚟賣相非常靚。呢邊有3款芝士、3款凍肉。烤肉區呢邊有焗酥皮帶子，用西班牙紅蝦做嘅蝦多士。西湯就係海鮮濃湯，中湯就係燈芯草麥冬雪梨湯，呢一鍋就係白酒煮蜆同埋蝦，仲有粟米粥。跟住就係印度食物，印度咖喱羊肉、印度扁豆咖喱、薄脆蝦片酥餅、甜酸汁燒雞肉、韓式燒豬腩肉、愛爾蘭燉羊肉，仲有茴香燴海鮮、俄國牛柳絲，仲有現場即蒸嘅龍仔荷葉粉絲蒸海鮮。烤肉主角就係和牛肉眼，仲有啲薯條烤雜菜，多款汽水任飲。如果想飲酒嘅，呢度都有2種 free flow 嘅 package， 138蚊嘅就有紅白酒同埋佢哋酒店特色生啤，298蚊就多咗意大利氣泡酒同埋青酒。日本區域就有即切魚生，有6款咁多，有赤蝦、希靈魚、臘魚、
油甘魚、吞拿魚、三文魚，仲有多款壽司。自助晚餐當然唔少得嘅凍海鮮，總共有7款，睇落都好新鮮，啲鮑魚都幾大隻，有蜆，有凍蝦，好多膏嘅麵包蟹、長蟹腳、翡翠螺、青口。之前提到嘅期間限定威靈頓牛柳就會稍後出場。出面嘅食物就睇晒啦，跟住就睇甜品。雪糕就冇份皮，有7種口味 ，topping 都有幾款果醬，又有朱古力片。呢邊就有多款杯裝嘅甜品，呢款就係釋迦意大利奶凍集每杯，呢款就係青檸白朱古力芝士杯，有生果鋪面都冇咁流。一望而知嘅芒果布甸，有泰式芒果糯米飯、榴蓮千層酥、綠茶朱古力撻、荔枝紅桑子忌廉、椰子法式燉蛋，唔可以錯過嘅即焗開心果千層撻，熱辣辣非常好味。中意食榴蓮嘅呢個係榴蓮西米布甸。另一款布甸就係大樹菠蘿千層皮布甸，中意食特別味道布甸都可以試下。蛋糕都有4款，時令水果就有7款。呢個蛋糕就係 D24榴蓮芝士餅，啲榴蓮就塞晒喺蛋糕嘅裏面。呢個好特別嘅椰子木瓜蛋糕，呢個就係朱古力粒桑子 mousse。呢個綠綠地色嘅就係班蘭菠蘿椰子蛋糕。鋪咗水果嘅蛋糕，食落都會冇咁流。跟住嘅就係7款時令水果。最後就自助飲品區，有檸檬片，有熱茶、熱水、牛奶，自助咖啡機。我哋嗰日去係平日，6點開始，客人陸陸續續入座，7點前都差唔多坐滿晒。呢個自助餐，長者同埋小童都有優惠，價錢都平好多。片尾我會介紹返俾大家。今次嘅食物非常多，食都食唔晒，盡量試啲特別嘅俾大家睇。先飲個海鮮濃湯，酥皮焗帶子，酥皮都焗得好香，裏面都加咗啲忌廉一齊焗，帶子都唔細。原來呢個焗帶子係原隻帶子焗，拎起就見到成個貝殼。西班牙紅蝦蝦多士，面頭都滲咗啲薄脆，食落都好香口，啲蝦都好爽彈。跟住就係重點推介新加坡黑胡椒炒龍蝦尾、椒鹽軟殼蟹、黑麥薯仔脆香和牛粒。睇佢哋做出嚟嘅賣相，無論顏色同埋香味，見到都好想食。軟殼蟹都幾大，炸得都好勻勻，夠乾身，好香口。隻蟹都幾大件，食落去外脆內軟，口感都唔錯。呢個新加坡黑胡椒炒龍蝦尾，炒得非常香，新鮮炒出嚟就熱辣辣。佢啲黑胡椒就唔係太辣，算係啱啱好。啲蝦肉都好有鮮味，非常爽彈，好好食。和牛粒都唔錯。今次7款嘅凍海鮮都攞嚟試下。就咁睇，啲凍海鮮都好有光澤，睇嚟都幾新鮮。麵包蟹就好多膏啦，佢啲膏食落都幾甘香。鮑魚都算大隻，食落去都幾腍，都有啲鮮味，幾好食。翡翠螺都鮮甜，啲肉都好爽彈。青口都 OK， 長蟹腳啲蟹肉一梳梳，好鮮甜，仲有少少海水味。呢隻蟹腳水準真係唔錯。接近7點鐘，烤肉區嗰邊就響鐘啦，就係新鮮烤出嚟嘅威靈頓牛柳。聽到鐘聲，即刻排隊攞。見到塊牛柳都幾粉嫩，牛柳都幾嫩，酥皮同埋啲蘑菇都幾香口。都攞咗一片和牛肉眼，同樣都係好粉嫩，幾好食。
鍾意食牛嘅呢個自助餐真係大滿足，清蒸石斑，啲魚肉都好滑，都試埋燒蝦串同埋3款燒味，啲蝦都好大隻，夠爽彈，燒味嘅味道都唔錯。今次都要試下啲粉麵，揀咗鮑汁花膠粗麵，汁料現場即煮，熱騰騰，啲鮑汁花膠撈埋爽彈嘅粗麵，又真係幾好食。呢個就係法式燉鴨肝，做法都好特別。啲鴨肝似係煎過拎去燉，煎完拎去燉嘅鴨肝食落都冇咁油膩。中意食甜品嘅千祈就唔好錯過呢個開心果千層撻，即焗出嚟香噴噴熱辣辣。左手邊啡色嘅就係朱古力梳芙梨，攞咗2款榴蓮，一款就係榴蓮千層酥、榴蓮芝士蛋糕、芒果布甸。呢個開心果千層撻熱辣辣，開心果嘅蛋漿又香又好食，荔枝紅桑子忌廉，味道帶啲酸酸甜甜，芒果布甸都 OK 嘅，千層酥都香脆。榴蓮芝士餅，啲榴蓮都好香濃，芝士餅都好香滑，食落都唔漏。雪糕都攞咗2球，士多啤梨雪糕同埋芒果雪巴，都試埋榴蓮西米露。呢個榴蓮味相對就冇咁濃，水果整體新鮮同埋夠熟。最後就飲返杯熱檸茶，完成今晚豐富嘅自助晚餐。今次嘅食物非常之多，特別係各種肉類，食材都好靚，烹調嘅方式都好特別又美味，完全符合佢哋嘅主題 All You Can Meet。 影晒俾大家睇，自己就可以揀中意嘅食物，我就冇辦法試晒俾大家睇啦。而家講下佢哋嘅價錢，上酒店嘅官網連結我會放喺留言區。價錢有分平日1至4非公眾假日，另外星期5、6日公眾假同埋公眾假前夕。留意返佢哋有長者同埋小童價，價錢比成人價平300至350蚊，價錢相當優惠。大家睇返熒幕上面網頁顯示嘅價錢，我就唔再逐一講啦。付款嘅時候，另外要俾加一服務費。而家正值暑假，一家大細去食一個豐富美味嘅自助晚餐，都係一個好好嘅家庭聚會，或者幾個老友記一齊聚下，500零蚊就可以享受一個豐富嘅自助晚餐，我都覺得相當抵食。今次自助餐嘅分享到此為止，未訂閱嘅都請大家訂閱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